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沪指走势跟咱们昨天预料的差不多总之就是要变盘，而且我昨天说了，我认为向下变盘可能性更大。果然不出所料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震荡下跌，沪指跌0.89%，北证50指数跌4.08%，深成指跌0.77%，创业板指数跌0.54%。关键是沪深两市合计成交额只有1.13万亿，也就是离这个1万亿又越来越近了，成交量在萎缩4200只股票待涨。现在马上就要考验3200点。今天感觉A 股彻底摊牌不装了，一根大阳线之后震荡了4-5个交易日，还是选择了向下，而且是低开低走而且还是在有诸多隐形利好的情况下选择了这么个走势，对吧？开盘先杀一波，午盘再杀一波，经过2轮杀跌整个盘面4000多家绿油油的，还有很多金融消费者还在做梦盼着什么春节红包行情，对吧？发点红包好过年。这回好了，确实是发红包是金融消费者发红包，一地鸡毛又是散户亏钱的一天。这个特朗普果然一如既往的发挥了他这个不着调的特性，登基大典的时候似乎没有把矛头对准大国，让大家舒了口气轻松了一下，这个人民币还反弹了800个点。结果你看看24小时还没过呢，这个特朗普又变调了，好像说2月1号开始又要加关税。这么看的话，以后这个特朗普完全可以用他的这个推特，用他的这个言论来操控沪市有网友总结了一下说今天沪市下跌说还是跟小作文有关，小作文还是公布了一些不利的因素这个都是大家猜测第一个关于特朗普的，这个特朗普已经对欧盟、对加拿大、对墨西哥要征税，并且还威胁大俄说普京干错了，再这么一意孤行，俄罗斯就要瓦解。就是相对来说跟他登基那一天说的话稍微重一点，所以引发了市场的担忧。这个市场一担忧就把港股给带垮了。咱们沪市呢一向是跟跌不跟涨，所以咱们就直接低开低走表示敬意，表示服了。第二个小作文呢说权重股板块集体下跌，尤其是房地产大跌。昨天房地产抽风反弹一下，万科居然还涨停，虽然没封住涨停板反正昨天房地产板块突然抽风，那么代价就是今天房地产板块回落，银行保险白酒板块都在跌。照这个走势恐怕明天要破3200，因为理由比较简单，就是它没有上涨的理由。随着这个 A 股上市公司财报的这个叫业绩预告现在正在披露密集披露期，有很多网友总结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财报就知道，目前这个上市公司他们的经营业绩非常让人担忧已经913家披露了业绩预告的公司里面，有人统计暴雷比例80%。有网友统计截止到目前，就上市公司预报首亏、续亏、预减比例是724家，占79%，而报预亏、扭亏、续盈、预增的只有21%不到，就是报优的占79%，报喜的不到21%。业绩预警里统计24年披露业绩预警公司利润增长率的中位数竟然是负的47%，也就是从这个已经披露预告的913家上市公司里面，有79%的是坏消息。确实是截止到现在有沪市以来上市公司业绩最差的一年。你比如说就是业绩预告里面报优的占比，咱们看2017年是25%， 2018年是37%， 2019年37%， 2020年是39%， 2021年是40%， 2022年是58%， 2023年是57%， 2024年是79%。你看看连续这8年，这个可以说上市公司的业绩经营状况是在恶化。2017年呢只有25家只有25%的上市公司报坏，就是报优，剩下的3/4的上市公司都问题不大，都是喜报。那现在呢是80%的上市公司报优，只有20%、21%的上市公司没问题报喜，并且可以明显看到2024年是断崖式下跌也就是2023年报优的不到58%， 2024年就直接跳到79%，也就是可以说2024年开始上市公司是断崖式这种经营恶化。如果把2024年913家业绩预告的公司拆开看的话，首亏就是第一次亏损，上市以后第一次亏损的占23%，续亏也就是前面第一年亏了，今天这一年又亏
这叫续亏，占34%，这就连续2年亏损了。预减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去年赚了1个亿，今年只赚3000万，那这个叫预减，这个占21%。扭亏就是我去年赔钱，我今年不赔了，这个占多少啊？这个占4.6%。续盈什么意思？我去年盈利，今年还盈利，连续2年盈利，这个只占0.1%。预增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去年赚3000万，我今年赚8000万，这叫预增，这个只占12%。所以大家想一想啊，24年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加速恶化，怎么还会有牛市呢？25年会更好吗？从这个统计局给的那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这个利润率在下降，这个数字都能对应上。所以啊，有很多专家、很多学者、很多这些机构啊，跟个大散户是一样的，闭着眼睛喊牛市。为什么要闭着眼睛喊牛市呢？无非就是忽悠更多的散户进来割韭菜，因为现在里面的散户割的已经割不动了，得找新散户进来、新韭菜进来割啊，所以他就闭着眼唱多。这就是为什么胡市一直喋喋不休的原因，动不动要去找3000点。我们看具体的上市公司怎么样？2024年大牛股寒武纪啊，现在又出大新闻了啊！2025年1月21日，寒武纪前 CTO 高级研发人员梁军在个人朋友圈中发文称，其已遭寒武纪公司起诉，要求分别以2.50万元和2.757万元转让其所持有的中科寒武纪合计1152万股票。案件将于1月23日在海淀法院开庭审理。按照目前寒武纪股价625元算，价值72亿。梁军表示啊，他也向海淀法院提起劳动争议诉讼，要求寒武纪赔偿其股权激励损失，共计42.87亿元。你看看人家这些金融消费者啊，你看看人家打官司，劳动赔偿、劳动官司都是拿亿来算的，72亿，这个是43亿索赔。我在想啊，这个当法院的法官啊拿到这样的案子的时候，不知道心里是怎么想的，自己啊那工资还达不到人家零头啊，小数点前面不用看，看小数点后面，你有没有人家多？这个法官的心里啊难免会起一些波澜呢。我们再看一个明星公司，叫华谊兄弟，说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发布一则限制消费令，限销令对象为浙江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及法定代表人王忠磊。该案涉及上海盛世核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因浙江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未履行给付义务，法院对王忠磊及其单位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如乘坐飞机、高级住宿、购买不动产等，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拘留或刑事责任。如因私或经营必须进行上述消费，属向法院申请。此前，浙江华谊兄弟影业投资有限公司已因此案被强制执行111.9万元。说到华谊兄弟啊，那在这个影视圈大家是如雷贯耳啊，那绝对是明星公司啊，明星公司签了很多明星，大家还记得吧？华谊兄弟当初上市的时候，那可是一手遮天，一呼百应呢。华谊兄弟为什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有网友说啊，他跟那个有一个央视主持人有关，这个我不能否认了，肯定有点影响，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啊，中国的上市公司上市就是为了圈钱，就是为了骗钱，就是为了割韭菜，割完了就是一地鸡毛，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有什么新鲜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关于华谊兄弟的报道，王中军、王中磊刚上市的时候，那个时候华谊兄弟又是投游戏，又是收购，对吧？那些导演的公司啊，比如说多少亿买了张艺谋的公司，张艺谋公司是一个空壳，他买张艺谋的公司实际上就是买张艺谋这3年或者5年一个对赌，就是张艺谋你这3年里面必须要拍出一部电影出来，这个电影必须要创造多少票房，给我带来多少利润，然后我这10个亿就把你公司收购了，都是这么玩。华谊兄弟这10个亿哪来的呢？我只是举例子啊，华谊兄弟这10个亿就是股民给的，然后华谊兄弟把这股民给了10个亿给了这个王中磊兄弟啊，他们再去买张艺谋的公司，给了张艺谋啊，影视公司都这么玩，要不然那些导演动不动到美国买别墅，他那钱哪来的？都是金融消费者给的。这个影视类的上市公司啊，他的玩法就这么简单粗暴，手上拿着股民给的钱去找这些导演或者是明星签对赌协议，对吧？我给你8个亿买你5年的这个业绩，你每年必须做多少？第1年是1个亿，第2年1.5个亿，第3年1.8个亿，第4年你给我2个亿，
第5年你得2.2个亿的利润，你看它的业绩是在递增的，然后这5年下来它也赚10个亿，我只给你8个亿。那你说冯小刚、张艺谋还有什么李冰冰，好多啊这些艺人当然愿意了，都是这种玩法。然后啊这个华谊兄弟到处参加拍卖会，对吧？买那个古董那些名画，花的都是股民的钱。我们的湖市里面充斥着这样的上市公司，就这样还有很多这个金融消费者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死活，天天喊着牛市。我们再看看啊，3只跨境 ETF 因高溢价再度停牌，亚太精选 ETF、标普消费 ETF 和沙特 ETF 于1月22日发布停牌公告，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为保护投资者利益，3只 ETF 于2025年1月22日开市起停牌至收市。若基金2025年1月23日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幅度未有效回落，基金有权采取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盘中临时停牌、延长停牌时间等措施，以向市场警示风险。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大量的资金青睐这种跨境 ETF， 也就是你这边啊，湖市啊，你再便宜，你再吹，你再说它牛市，人家都不看，根本就不玩，人家宁愿追那个高溢价的，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已经高溢价的这种 ETF， 就玩那个都比你这个所谓的洼地低估的市场要好得多。所以啊，没有办法，咱们只能耍赖，不让你买了。那个7个葫芦娃，对吧？连拉7个涨停，怎么不叫停呢？那个汉武纪啊，一直亏损，股价涨了10几倍吧，2024年涨了3倍还是4倍，怎么不叫停呢？难道它风险不大吗？然后这个跨境 ETF 说啊高溢价，所以风险大，所以我啊替你们把它停了，免得你们到时候赔钱。这个资金的流向就说明问题。即便美股啊，那标普 ETF 不就绑定美股的吗？美股那么高，人家都愿意。你天天说美股堆积风险，人家愿意要那风险，他也不愿意要你这个赌场都不如的这些所谓的便宜筹码，自己玩去吧。我们再看条新闻啊，这个焕方量化创始人梁文峰出席重要座谈会，这个是新闻联播放的啊。这个梁文峰啊参加的可是那个座谈会啊，很重要，级别非常高啊，规格啊。本来量化在金融消费者的眼里那是恶魔啊，对吧？为什么他们被割韭菜啊？为什么湖市老是3000点啊？他们认为是量化导致的。那按理来说，你这量化的创始人梁文峰怎么可能成为座上宾呢？应该成为阶下囚才对啊。结果啊，这梁文峰啊还去参加重要的座谈会，这说明什么？说明未来湖市里面量化是一支重要力量。就是说你要想把量化赶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就是潮流啊。你不搞量化，你不练这个就是人工智能交易，这个焕方量化的主要是搞了一个什么人工智能模型嘛，号称超过了 OpenAI 嘛，成本更低嘛，我有印象啊。也就是说明咱们政府对这种人工智能、对这种高技术啊、新技术，那都是非常支持的。你不练，对吧？你不让量化参与，人家美西方的股市量化是可以参与的，对吧？人家是洋枪洋炮在那干，你这儿拿冷兵器、刀剑互砍。如果你长期这么练，你最后跟国际一接轨，你怎么没的你都不知道。哎，这个态度我是支持的啊，就是不能因为这些金融消费者在那鬼哭狼嚎的，然后你就把这个量化、把这个人工智能给它停掉，反而要加大这个力度，要推广，就用这个量化呀，把散户啊给它解决掉。就好比那个出租车一样，你不能因为出租车司机说我找不到工作，网约车司机说我找不到工作，然后你这个自动驾驶你就不推了，你不能为了保护落后你就放弃这些技术进步啊。但是我们要把话说清楚啊，就是你技术进步是为了回头要弥补这些落后的这些人，对吧？他因为你这个技术进步导致他失业了，那你要想办法帮他转化，他转到别的行业，或者是有一个最低的保障。哎，这才是技术进步的意义啊！不是技术进步不是说把你的饭碗给砸掉，让你饿死，对吧？技术进步是为了更好的为人类服务。我举个例子啊，你不能因为照顾那个泰山那挑夫啊，那抬轿子的，说照顾他们生意，你把那个缆车就给停掉吧，或者你就不造这个缆车，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嘛。所以说啊，咱们量化基金的创始人出现在什么座谈会上，这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所以这些金融消费者也别想着把量化呀从这个湖市赶出去。我们看看胡锡进老师啊，最近也在干什么？这胡锡进老师啊，继续对这个小红书上中外网民大对战津津乐道啊。
似乎找到了一种优越感了。胡锡进老师说啊，他说生活不易，但是中美网友年初在小红书上大对战，对出了我们许多人尘封已久的感悟。他说乐观些，往前走，这是大千世界不断回响的呼唤。胡锡进老师这个格调就有点低了啊，这个纯粹是那种叫自娱自乐，叫鸵鸟啊心态，自我麻痹。他不是鲁迅说的叫勇敢者，他这时候明明看到对吧，黑暗的或者是不好的，也自我欺骗是好，前途光明。真正的勇者是了解了生活的真相，然后依然热爱生活，知道这个前进的道路上到处都是荆棘，到处都是陷阱和坑，但是啊，我们依然热爱生活。这个和你把眼睛蒙上，我不听，对吧？都是好的，我觉得前途光明，这种乐观，对吧？这完全是两个概念，一个叫自欺欺人。人类生生不息，也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无数个个体这样做了。我有时觉得乐观是人类最重要的精神遗传之一，否则人类的生存或许早就中断了。他说岁末年初很多机构都在拍春节宣传片，我看到其中一个是联想集团与大兵共创的2025年开场白。可以了啊，到这儿胡锡进老师终于把他的小箭对准了他老朋友加德老师，对吧？还是给加德老师来了一个暗箭呢，提到了联想集团。你看这个时候联想集团在拍贺岁片，而我们的加德老师呢，不知道蹲在哪旮旯里面被禁言，对吧？他在咱们这儿不受待见，被禁言了吗？结果在美国也是岌岌可危啊。那个卢比奥说了嘛，凡是支持哈马斯的，吊销他的签证，把他赶回去。所以这个加德老师现在加德老师不仅夹头啊，而且他现在是夹着尾巴做人呢，头和尾都夹着的，对吧？再嘚瑟，美国也待不下去，那真的是成了丧家之犬了。你看胡锡进老师啊，这个时候对吧，近万人伤疤上戳，加德老师想把联想扳倒，结果把自己胳膊扳折了。联想还是联想。胡锡进老师接着说啊，他说如今在互联网上表达悲观，经常挺得宠的，大概是因为他契合了不少人释放情绪的需求，让发牢骚易于搭载。可以说乐观天生就是舆论场的逆风船，开这种船本身就需要乐观的加持。这个胡锡进老师又在颠倒黑白啊。我的印象里面2000几年2010年前后，那互联网上都是乐观的声音啊。到了2013年，大家回忆一下啊，就是战狼刚拍的时候，那是哪一年？那都是厉害了我的国，那还不乐观吗？什么大国重器，什么那个什么护照上只要有什么国旗还是什么的 ，C 远必救，然后这美西方吓尿了，一直到后面清场是遥遥领先。不是胡锡进老师认为这还不叫乐观是吗？这胡锡进老师为什么叫颠倒黑白呢？正因为这种盲目的乐观，而且是虚假的乐观，这种欺骗，网友看明白了，所以遭到反噬，应该这么去理解，不是说网上贩卖焦虑、悲观，然后就有流量，是应该这叫塔基佗陷阱，对吧？是你就是胡锡进老师这样的人，维维老师这样的人，降智宣传，天天清场是遥遥领先，天天乐观，天天闭着眼睛喊一切都是刚刚好。事实呢又不是这样，这些韭菜，这些牛马，天天挨耳光，左一下右一下，只是有不少人被锤醒了而已，所以他们不再相信这些所谓的正能量，天天吹的厉害了我的国。但这些人失业，找不到工作，降薪，他没有办法再相信维维老师的清场是遥遥领先，也不再相信胡锡进老师的一切都是刚刚好，更不相信加德老师的那个大锅饭走集体，所以他们对前途，对吧，充满了忧虑。这是谁造成的呢？我不相信啊！如果你10年来你一直告诉人家真相，对吧？我们遇到的困难是真实的，而不是掩盖困难，而不是粉饰太平。所以胡锡进老师在这儿还在帮倒忙啊。然后胡锡进老师说生活深刻的告诉老胡，乐观首先不是我们面对大社会以及舆论场的责任，与匹夫有责的那个责沾不上边，但它对我们每个人很重要。它作为一种处事态度，一种解决问题的思想方式，能在生活中帮我们的忙，提供我们往前走的积极性还有敏锐。来，中间写了一大堆什么明线暗线咱们就不说了。老胡属于过来人，生命中也有过因为遇到一些事情很悲观甚至很沮丧的时候，这个确实大家都领略了。胡锡进老师跟一个肾结石做斗争，居然差点抑郁症了，这个反而说明胡锡进老师长年累月的说假话，粉饰太平，实际上他的抗压能力很差，一个肾结石就把他打倒了，连续看了2周的病他就不行了，出现抑郁症症状。你说这点事对咱们韭菜牛马来说算什么呢？我们韭菜牛马每天扛的压力比这大得多得多啊！胡锡进老师倒先矫情起来了，他说想想看，我大学本科考了2次，研究生
入学也考了2次，仅仅那2次失败，跌的就不算轻。你考2次考上了，人家考3次还没考上的呢，对吧？还考5次没考上呢，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就胡锡进老师把他人生中啊这小的磕磕绊绊都算作困难，那我们这韭菜随便一个困难搁在他面前，那就是大山啊，他就没办法逾越啊。后面啊，胡锡进老师就按照惯例啊开始教育了，开始一切都是刚刚好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时代，国家和社会向上，科技高速发展，明天会更好是不可动摇的基本盘。只要我们个人努力，就会有很多机会和通道链接到这个基本盘上。那言下之意就是你现在没有享受这个基本盘，那是因为你没有链接上，是因为你没有努力。你看胡锡进老师的话就是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国家啊和社会向上，科技高速发展，明天会更好，这个是毫无疑问，不容置疑。那你们感觉到不好，那是因为你没有搭上这趟快车。你为什么没有赶上这趟快车啊？那你自己没努力吗？这就是回到了李佳琦说的，你好好想一想，你努力了吗？然后胡锡进老师还要粉饰太平啊，怎么粉饰呢？他说啊，眼下春节将至，很多人要回家乡，老胡建议大家进家门前一定要整理好心情，将从内到外乐观的自己展现给亲人，那一定是你父母及其他近亲最希望看到你的样子。你对未来有信心，坚信明天会更好，即使现在困难，你也不要悲观丧气，不需要家人安慰你，不要让家人为你担心。我认为这是善意，也是值得推崇的境界。你看看胡锡进老师让你啊，你回去的装一装，咱说俗话啊，对吧？你虽然已经失业了，已经半年没找工作了，但是你回去之后，你也拿出那个派头出来，显得刚升上总监或者副总，前途一片光明，对吧？见人发的都是华子啊，喝的都是好酒，这个气势不能差，让亲人们看到你在外面混的风光，你装也得装出来，这就是胡锡进的老师的态度啊。胡锡进你看常年做这种工作，粉饰工作，虚假宣传，退休了还不能忘，你为什么不能展示一个真实的自我给人看呢？对吧？我现在就是失业，我1年没找工作了，找不到，难道春节就是回家互相吹捧，互相安慰吗？互相激励，你是最优秀的，你是最好的，你最棒，搞得跟做传销一样的。所以你看胡锡进老师啊，把咱们中国人的一些缺点他要发扬的极致，就是虚伪、虚假、面子、好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没有办法展示一个真实的自我。你不仅要麻痹别人，还要麻痹自己。所谓的闭着眼睛乐观，不就是麻痹自己吗？所谓的装，对吧？你要体验着你乐观的精神给别人看，给亲友看，那不就是麻痹别人吗？你看看，就胡锡进老师提倡的是什么样一个人生态度呢？这既要麻痹别人、骗别人，也要骗自己。胡锡进老师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对吧？他写文章、写评论，就是在骗别人，精心虚构一个稳中向好的社会，然后进而骗自己，让自己相信了，后来被一个肾结石给打倒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